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张无形农夫事迹，睇新竹关系南山里嘅南山太桥上有规律的洋洋嘅立牌。当个下轮港中人的天花，买地位买嘅强菜，游客一同天花，都买一道现炸嘅奇奇强菜，还是得亲身体验采树嘅乐趣。无形农夫事迹被发起人从秋早一路看到南山里嘅农民，家家都按多些嘢，还有每日摘强菜去市去卖，过辛苦，路面都按你嘅方法，希望同采替农民来听数。南南水果提菜延康健西铺73歲總容妹真係連菜。就是淋個有機會落去，你下愛淋水。淋水。嘿，你下是愛淋水，迄無淋水吼，個菜是會被鹹死嘅。哎呀，下就是淋，下就是愛淋水。芥菜高麗菜蟲嘅種開係種用梅種來自家錄下式的，隔壁菜園嘅主人飲肉店無限定摘菜，問論啱不要愛做乜嘅菜，像一定按呢自家種來自家式的次港農，提新竹關係南山里幾多，一定係有呢客家人唔好再服愛做假嘅精神。先唔提少買啊！阿爸問你菜嘅花學去哪去哪買啊？幾路啊？幾路好買啊？我都過年啦。我自家唔識買，市場哦買，自己去啊。對啊，吃不完啊，所以哪去買啊？完菜是了，他沒有買賣了，換一點菜來吃這樣子啦，吼，就是這樣子吃不完也浪費啊，我就哪去買？種到就成個，做嚟用自家用，就是要拿賣啦，客家人這樣嘅啦。唔單止齊齊嘅搶菜，有啲農民還為自家滷鹹湯做種菜。要熟起來，把那個回家把這個頭剪掉它，然後再放到桶子裡面給它採啊哈。那丟被摘，過差不多1個禮拜再弄，它那個就更福菜了。屯西到班就嘅鹹菜熟起來，還愛採軟，直到硬嘅度，定期發咗泡菜。客家菜啦哈，都會弄到這些啦。我總係有啲客家人怎麼還是也得泡菜，對不對？蒸肉啦，蒸肉啦，個泡菜湯啦，那些。自家種來自家賣，睇種下去普遍。我南山里嘅次港農，單都細嘢，當然還會摘長菜開到關係嘅行賣，個辛苦。南山里面種潮州看嚟個唔攀得，嗰數以上出無形農夫事蹟。睇南山太橋斷嚟排嘢，但嗰下呢農民嘅背景天花，買按到買嘅菜，買嘅鹹淡也掉，再打一桶天花，就買到現摘嘅菜。呢條資料哦，是喺呢條農民啊，種菜人啊，吼，佢有種到乜嘅菜，像呢條板啊，吼，係做得穩呢。我哋下假使講我嘅睇到冇冇咧。我哋下種個配的菜，我是做得了剪脫，下個配的吊上去，做得穩。所以是說，當季有乜個菜，我是做得穩乜個菜。佢平時我哋下給阿不養新肉，忙又好賣，我是老啲先剪脫。當我做得賣時前一步，我是做得先掛上去。嗰度農民手裡搶菜一下摘鐵刀賣唔出去，希望做得用現摘嘅方式，菜過期咪唔會弄黑。有下做得同農民約睇田橋巷見面，買現摘嘅菜，還做得體驗摘菜嘅趣味。遊客來到呢年時節，你做得用呢年慢慢時節來呢年，然後老農民買菜，你來到呢做得自家愛托，哪條是哪條，甚至呢做得講像農民吼本。體驗看樣板摘，佢教人樣板摘，你做得摘，你喺都市人你係冇法度接觸嘅，所以呢，不但你看得到吼，還做得名得到。
你好，哎，哦，你要要几只？3只啊。天花乡的南山里用车夫了司法的订单出来嘅，伊睇新拿行就价压，我本消费者食得空间安心。这样子差不多出乱學，差不多上禮拜我就個下尾休，回內休啊哈，佢就全是飼料哦，全是那高級飼料，高級飼料必須哈，飼料是差不多就大廚師好像腳上來那邊，哦，骨頭粗，骨頭嗰種密密麻麻必須啦，處理好，嗰種比如講幾處100條，阿妹就出200啊。都市人可能唔會處理，唔會吃雞鴨哩對吧？你到屬嘅農民吼，佢做得老易推理處理樣型，而且你來到，你有看到個雞鴨樣板走，你做得先老給買，給老人先處理，該是提起的所謂的我們現在的問題，所以是很新鮮的東西。唔過附近農夫市集去年11月嘅能實力，韓國次港農嘅產量單就唔多，實際效果樣嘅農民就限睇吃限睇看。好係好啦，因為唔係當多啊，唔係講奈良是你愛，愛是要，係冇？啊你愛嘅菜，愛係冇做唔得啦，喊配啥嘅菜，寫咗唔啲奈良市。如果说市场销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希望有这样的 case。如果说我们平常卖都已经不够卖，所以你打电话来可能的时候，那就效果就差一点点。也弄那个也是可以便利一些人，就是说他们没办法出门去买菜啦，就是说这样就类似像上网一样订购的话，我觉得也还是蛮方便的啦，便利性也蛮高的。去走看看啊，这样子也很好啊。不是出去卖啊，错。從下晝頭摘起來，有人聽到是看到那摘起點的那標案，是有幾多點？因為我們下晝頭都會來採菜啊，看天日摘點啊，都幾多點來拿呀做的，你講對幾多行送上去啊，做得樣啦，都可以啦，只要種的菜不要浪費就好。雖然菜量比唔贏菜翻呢。唔過每處見會也到少農種嘅係設嘅係咩優勢嘅菜，天初唔會清菜些藥嘅，食起來空間又安心。中秋做期望同按單純嘅農村人情味，未分享出去。是希望講吼遊客吼來到呢呢，自家來看，自家來摘，唔好用機嘅，來體驗一下大自然嘅生活。然後農民樣板種菜樣板辛苦，是希望大家吼利用呢。那個訊息吼，來讓人摘菜，體驗農民的生活，唔該按到口田食飯。附近農夫市集用韓國利片簡單的方法，建立了一個新的細建農村交管的方式。作為商務還唔前啲，不過其實為農村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、新的做法。